环境部放任开发单位会当透过设环保金炉，协助离岛这片空气污染的减量，搁有10吨以上的旧车换新，来换开发行为造成的空气污染哦。环保团体是表示讲，这个政策一个讨论的过程，因拢无参加，嘛呼吁讲赶紧来停止这个政策，展开公听会来修正。 将来环境评估开发案当中，开发单位的行为若准增加空气污染的排放量，环境部提供3种新的方式来抵消，包括加设环保金炉，帮助离岛减少空气污染，甲推动10年以上旧车换新。这互真侪环保团体真不满，认为讲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的赎罪券。环保署的话，好像是一个工业局的空污买办了哈，也会让离岛成为开发商的提款机哦。 早起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甲环保团体举办记者会，批评环境部新的处理原则根本就是偷偷啊通过，对住伫个开发案地区居民的健康拢放外挂。完全不顾在工业区的这个污染总量其实已经是非常高了，而就这样草率的公告，加大力度呢，要抹杀临海工业区的灾民，所以呢，我的命无要互抵换。 我的命不抵换。环境部解释，新的原则只是提供环境评估审查的参考，不是强制性，而且业者一定要尽力减少空气污染，减甲袂当减，才通抵消。穷尽所有的这一个方法之后，最后还是会竞争量的部分来做抵换，并不是说他都不用自己本身不用做任何事情，就可以来做抵换哦。 环保团体要求停止实施，展开公听会来修正。环境部强调讲，这是行政规则无退回的问题。敢要采用这3种方式来抵消，是由环评委员来做决定。当然，嘛会当用更较严格的做法。不过，面对反弹，因会做出相关的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